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大腦喜歡這樣學》。呢一本書會帶我哋全面理解大腦嘅工作原理，從腦科學嘅角度幫我哋變得更聰明，學習得更好、更快。我哋每日都會接觸大量嘅知識，不過有一類嘅知識格外重要，就係原知識啦，亦即係關於學習嘅知識。掌握咗佢，我哋學習其他知識就能夠事半功倍。呢一本書正係一本提供原知識嘅書，佢唔教授具體學科，而係幫助我哋提升底層學習力，就好似一塊磨刀石一樣，讓我哋嘅學習工具更加鋒利。作者叫做黃翔，係一名資深腦外科醫生，長期研究大腦運作，並將呢一啲研究成果總結成書。呢一本書同其他腦科學嘅書籍唔同，主要有兩個特色。第一，佢結構清晰，將學習步驟精煉為5個關鍵步驟，以簡潔嘅框架串聯腦科學核心知識，方便學習同實踐。第二，佢有明確嘅應用場景，特別適用於家長幫助學齡期孩子高效學習。作者認為，而家嘅小朋友比以前更加勤力，但係經常做出一啲違背大腦規律嘅事，導致努力白費。所以，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正在為小朋友嘅學習煩惱，不妨推薦呢一本書，讓我哋一齊用腦科學嘅方法幫助孩子行得更加順利。跟住，我哋會分2部分解讀呢一本書。第一部分，我哋先了解咗大腦嘅基本運作原理，介紹3個核心機制。第二部分，我哋將會講解5個關鍵行動，幫你實踐科學嘅學習方法，並且結合小朋友嘅學習場景進行具體說明。而家我哋首先進入第一部分嘅內容。你覺得普通人嘅大腦同極端聰明嘅大腦喺結構上邊有咩唔同呢？係唔係聰明人嘅大腦更加大，又或者多咗一啲特殊區域呢？根據作者嘅臨床經驗，每個人大腦嘅結構幾乎相同，並唔存在所謂嘅天生聰明腦。不過喺微觀層面，聰明人大腦嘅神經細胞之間有更多嘅突觸連結。突觸係神經細胞之間傳遞信息嘅核心通道，數量越多，大腦嘅運行效率就越高。所以變得聰明嘅關鍵唔在於腦細胞嘅數量，而係點樣增加神經細胞之間嘅連接。科學家發現，當小老鼠學習新技能嘅時候，神經元會生出新嘅突觸出嚟，咁就證明學習本質上就係讓大腦生長。咁點樣打造強大嘅神經連接呢？關鍵就在於刺激。智力唔係靠開發，而係透過外界大量多元嘅刺激嚟訓練。成績優秀嘅小朋友往往唔單止學習好，仲會參與社交活動同各種興趣愛好。呢一啲多樣化嘅刺激，讓大腦形成更複雜嘅神經網絡，提高學習效率。所以小朋友嘅學習唔能夠只靠死記硬背，而要讓佢哋全面接觸唔同活動，促進大腦發育。作者提到3種重要嘅刺激方式。第一係大自然嘅刺激，陽光、微風、流水等嘅自然元素能夠有效促進大腦發育。溫書溫到攰，應該行出去感受一下大自然。第二係社會活動嘅刺激，透過親子遊戲、團體活動、興趣愛好等多與人互動，就算最後唔持續，接觸本身已經為大腦帶嚟刺激。第三就係主動參與嘅刺激，無論係學習定係活動，主動探索比被動接受更加有效。研究顯示，單純聽講嘅學習流傳率僅5%，小組討論可以到50%，而主動教人就會高達90%。總結嚟講，大腦嘅第2個運作原理係想讓神經網絡更加發達，就要透過多層次嘅豐富刺激嚟強化大腦連接。而打造學習型嘅大腦，仲有一個關鍵步驟，就係建立內部模型。內部模型係一組相互關聯嘅知識，佢能夠幫助我哋更快咁調用信息，提高應用效率。例如，當你見到一部快速駛過嘅4驅車，唔需要仔細分析，就能夠立即判斷嗰部係車嚟嘅。呢一個就係內部模型喺度發揮緊作用。內部模型越多，反應速度越快，甚至能夠形成條件反射。想聽足本版，
請即參加創業家會員，1年會員每日3蚊都唔使，立即點擊資訊欄嘅 link。